我要专心感谢你，伫这个上帝的面前要唱歌学罗你。我要往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诚实学罗你的名，因为你予你的话做大，赢过你所有的名。这是咱起立来荣光咱的上帝。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自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自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自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亲自伊，伊若嘴来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的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这是来拍鼓啊，荣光咱上帝学罗伊的名，请坐。安静我的心，等待耶和华，主的灵要来充满。主目看耶稣，等待拢放落，专心专意找求伊。咱的主是安慰的，伊带来福气恩望，无爱咱受着伤害，只爱咱平安幸福。主目看耶稣，等到拢放落，我要专心专意找求伊。安静我的心，等待耶和华，主的灵要来充满。主目看耶稣，等到拢放落，专心专意找求伊。咱的主是安慰的，伊带来福气恩望，无爱咱受着伤害，只爱咱平安幸福。主目看耶稣，等到拢放落，我要专心专意找求伊。咱的主是安慰的，咱的主是安慰的，伊带来福气恩望，无爱咱受着伤害，只爱咱平
我要全心全意找求伊。咱的主，伊是慈悲的神，伊的照顾永远拢袂离开咱。伊是安慰人的神，伊要赐下的帮赞要来互咱。愿咱的重担拢会当交托予伊，会当注目来看耶稣，全心全意来找求伊，互伊的福分会当永远踮伫咱的身边。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让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让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心头有出剑有人知。上的事需要了解，家己唔通搁背重担，伸出双手咱来相牵。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上帝让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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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帝。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让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心头有出剑有人知。上的事需要了解，家己唔通搁背重担，伸出双手咱来相牵。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搁一遍来，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亲爱的主耶稣，你了解阮的心情，当阮面对这世代的苦难。面对阮心内的重担，你了解阮的心，所以你对阮呼召讲：今仔劳苦担重担的，会通来到我遮。你对阮的呼召，互阮会通就近你，会通得到平安，
会通得到心内遐个重担，拢会通脱落。帮助阮主神看伫主你的身上，互阮知影你听阮，伊欢喜为着阮付上代价。是你大声听阮，毋是阮大声听你。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会通真正敬虔来到你面前。虽然阮无法度到伫教会做伙实体礼拜，总之阮犹原心存毋忘，透过无同款的方式，求你也保守阮的心，无失去迄个敬虔。透过这学乐敬拜，求主你的宝座设立伫这个所在，伫每一个家庭。当阮两三个人奉你名字这个时阵，你就甲阮三个同在。主，这是你的应允，要互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拢要得到福气。求你也帮助阮，开阮的心窍，阮明白你的教示真理，照安尼去行。互你所要享受应允福源的福分。会通无受阻挡，临到伫阮的中间。阮同心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现在请坐。咱要来看周报的消息的报告。咱有最新的消息，就是到伫7月27开始有这个。微解封啦吼，降伫第二级总是无完全是第二级，所以教会对7月27开始遵守政府的这个防疫规定逐步来开放实体的聚会。这聚会会内容伫咱的第4页。因为有限制这个人数，所以请咱准时伫这个无论是线上实体的礼拜。咱有后礼拜是有圣礼典，所以咱会开放这个2、3楼甲4楼哦，所以咱的人数是有限制哦，所以兄弟姊妹，你若要来到伫教会请你准备好势准时照咱的时间规定来进入到伫教会，也遵守防疫的规定。咱伫拜六礼拜犹原共款。伫5点半开始开放，进入到伫教会，所以这个人数拢爱受到控制。咱真期待真紧就会通解封。咱的幼儿因为因的抵抗力较弱，所以咱犹原暂停到伫8月7、9伫这段期间犹原用线上的礼拜。拜三的祈祷会。过来咱就有这个实体的这个祈祷会、见证会哦吼，阁有包括直播其他的小组聚会，若是教会的部分一直到伫8月7、9，咱暂时也是无开放。其他的相连关怀据点等等遮的课程，犹原是暂停等待咱的政府的指示。如果你若伫这个期间需要来到伫教会，请咱遵守防疫规定，受这个实联制等等遮保持社交的距离。咱伫8月7、8青年要这个主日神还原如果咱若有适当的这个相片，咱通伫遮来传互这个青年咱伫8月7、8父亲节的主日咱会伫遐来使用请咱来看相关的这个规定。对8月7，咱开始恢复实体的礼拜，当时犹原有线上的直播。这个疫情也未完全放松，所以咱伫第3季的献诗、属礼等等也是暂停。其他咱犹原照常。请咱同工注意做伙伫遮来配合。伫这3级的警戒到伫7月2日，所以今仔日的主日文昌公园医疗关怀犹原暂停。咱祈祷等待疫情稳定，才恢复。
如果伫这段期间不便来到你教会，咱能透过教会的这个账号来进行线上的奉献。教会需要你的支持、参与甲奉献。家境的价收咱会通伫遮来经历上帝恩典，也透过邮局汇拨。富邦银行等等咱最近邮员有咧安排伫线上有搁较方便咱伫遮来奉献的管道，应该是伫8月开始，咱就会当真容易伫遮来奉献。所以伫这段时间未见伫好势的时阵，请咱汇款了后，敲电话来通知咱的过继干事你奉献的姓名、金额奉献的项目咱请咱会当做伙伫咧配合。咱7月28的暗时是祈祷的见证会，由第8区来分享因的见证。这回有真侪，无论是线上还是来到伫现场，因要伫遮来分享因安怎经历上帝的恩典咱会通做伙伫遮来参加。伫这段期间，无法度实体，咱的双联大学有缘透过线上的讲座所以咱会通来参加中医防疫教育甲下季的养生等等有这个会议的号码请咱会通伫遮来用这个号码来线上来参加。青年游园有咱伫爱幸福游园有办一个失控是最好的安排，失去控制那是最好的安排呢？伫中间请咱来注意咱也欢迎青年青少年做伙来参加，咱会当扫这个 QR code。以上其他的这个消息，请咱家己来看。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读2遍，做伙来。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去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人书5章第8节，咱搁一遍做伙来。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要去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人书5章第8节，请咱这时来准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出自咱的感恩。如果你若是无方便，你会当用祈祷来献上你的感谢。咱做伙来经历上帝恩典，咱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疼。奉献感恩的心归你，至诚的天父，伊有想事都是行，主耶稣基督，奉献。是为你，至诚的天父，伊有想事都是行，主耶稣基督，只是软弱的正最勇壮。颂扬的正最勇主，拢因为主已经做正大事，这是软弱的，这是软弱的正
恩典满满，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心要来大大欢喜来学到你，因为你恩典的带领，一透早，阮犹原会当伫即个线上来敬拜你。主啊，你是全地主，要搁较是全世界主。无论即个疫情安怎的变化，阮的心犹原要坚定来倚靠你，因为你的同在就是阮同大的盼望。即时，阮奉献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能，求主欢喜感觉，请你领阮大家伫你的面前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啊！请坐，感谢美恩执事伫线上带咱来献上感谢的祈祷。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读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咱先来看传道书，传道书的第7章第8节，第2站的圣经要来读罗马人书5章第1节到11节。大声，咱做伙来读传道书第7章第8节，咱做伙来。代志的结局赢过代志的起头，心吞忍赢过心骄傲。咱来看罗马人书5章第1节，做伙来。所以咱已经对神称作义，就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有甲上帝和。也我靠伊对神来入伫现今所大的恩典，佮仰望上帝的荣光来欢欢喜喜。毋那安尼，就伫患难也欢欢喜喜，因为在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仰望，也仰望无至到见效。因为上帝会听对所赏赐咱的圣神来管压咱的心，因为咱腰骨软弱的时，基督到其体有罪的人死；因为体义人死的恶得有，体好人死的检采有人教。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腰骨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何况咱已经伫伊的血得到称作义，要对伊得到救，免得迄个受气啊！那咱腰骨做对敌的时，对伊的囝的死，得到甲上帝和好，何况已经和好。要伫伊的话得到救啊！再赞，毋那安尼，咱现今已经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和好，就对伊也掠上帝做通看口。以上愿上帝话直接来帮助咱，互咱会通真正对上帝话得到利益真大。今日透过这段圣经，要甲咱来分享。检采面对侪侪即个环境的困难的时阵，即个保罗所讲的凡事道道来，要叫听上帝来得到利益。对咱来讲，是毋是会通感受到你有得到利益，还是你拢无感受到？要记伫5月的时阵，因为咱面对可汗欠水。所以，咱的水库强要建库底吼，所以伫即个中间，咱要记记的教会也好，全国的祈祷网拢发起，就是为着即个欠水来祈祷。无拍算，咱伫最近伫1、2工前，石门水库开始伫下水。为什么？因为有烟火的风台，还佫有其他一个风台相大的影响。所以，互咱也看有真侪遮所在吼，拢淹水。伫即个差不多2个月中间，咱看见咱所面对的，咱无到伫迄个时阵，咱拢无法度了解上帝伊的作为。
有当时啊，咱会伫遐来高举讲，咱用家己的方法、科技的方法，要伫遮来求遮雨水，也是要伫遮来影响、来改变咱的环境。总是咱知影无法度。就连迄个欧美的国家，连即个欧洲，咱有看见德国、比利时等等遮的国家，最近犹原面对100年来迄款的水患，做大水，互因所摄植的伫一暝中间，拢伫遐来失去。也咱有看见伫最近即大概差不多21号、22号的中间即中国的河南省鄭州即个所在，伊科技也不知发达，總是因為一場的大雨，照因家己的網友伫遮所講的，這是千年的一變拄到的即個大的代志。也咱看伊伫迄中間有真濟人的死失，總是咱也知影伫因官方的媒體伫遐來封鎖。有即个中國的網友伫遐在諷刺講，伊拍開即個國內的頻道的時陣，看奇怪，那毋是報因國內的即個影像、即個財情，是報伫歐洲的即個財情。總是咱對咱家己的即個電視的媒體，咱就知影講，其實伫即個鄭州的所在，因所面對的即個財情是非常的嚴重。伫迄個儘管即個崩坑內底，咱看毋知死失偌濟，所以即個數字即馬攏無法度伫迄個中間來了解。就即個一個導演毋知是伊想濟，伊伫網絡底下講，這可能是因為伫19號左右，即美國的軍機降落伫台灣，毋知送啥物報告。伫迄中間可能伊咧講，是毋是有即個氣象的武器？有當時我想講最近咱拄好有即電視有報即氣象戰氣象戰看傷濟即導演可能想象力伫遐有真豐富，所以就講這可能是美軍送即個氣象的武器，所以至到你也看過一兩天阮的即個鄭州就拄到即個1000年來一遍的即款的大水災，造成真濟遮的損失。你看科技的發達，人伫迄中間伫遐咧驕傲，總是迄個時陣面對着遮個網絡無法度運用的時陣，因身軀閣無現金，所以聽講就用物件來交換物件安尼。所以伫遮互咱看講，人面對即款的災難的時陣，咱是毋是有當時親像遮個人共款，攏是別人的錯誤，毋是我家己的錯誤。所以人因為自私自利，所以伫這中間，人得罪人，人得罪上帝。兄弟姊妹，伫這天災人禍不斷的中間，人毋知有反省無？也是真濟人開始咧反省，是毋是因為這個天氣受影響，是因為人過度的開發，過度的這個開發的中間就破壞這個山頂，這個松林。兄弟姊妹，咱看講伫迄中間，因為人的貪心，所以造成破壞咱所徛起即個自然。有常常的報道，伫遐咧提醒咱檢測到伫2050年，也是幾年的時陣，可能有真濟城市就會被互即個大水淹掉去。所以咱面臨着即個人類生存的即款的危機，總是咱人啥物時陣才會當醒悟起來？咱敢知影家己有偌歹？咱需要上帝、甲人、甲自然界伫迄中間來和好嘛？有真濟人也閣無即款的自覺，繼續照伊家己所想的去行。今日咱要透過這段聖經，直接來提醒咱要安怎佇對一方面來得到這個利益。華語咱的題目是受益匪淺。種對一件代志，親像保羅在看的中間，即款的患難困苦來臨的時陣，當伊咧寫即封批信的時陣，伊是佇迄個監獄中間，總是悠遠會當面對即個苦難患難來臨的時陣，伊甲看待即個食苦當作是安怎食補，對吧？
所以咱爱认捌上帝，伊对人安怎有这好好的计划，咱才会通了解讲，伫面对苦难的时阵，有当时这个真顺遂的时阵，咱拢袂想到上帝。总是苦难来临的时，伫一段期间，咱面对着咱的欠水、可汗，咱面对着这病毒的影响的时阵，你看人就无法度，人开始伫遐咧追求上帝。人爱明白家己是原来啊需要上帝的听，上帝的恩典。一个风台就带互咱的水库会满水，搁甚至过头去，爱搁伫遐来下水。咱爱了解讲，人真正需要上帝的听，甲伊的救恩。咱看这个灾情，人是无法度用家己的方法，伫迄个中间来拯救家己。就像即马咱咧等待即个证书即个疫苗共款。总是有真侪只疫苗会产生真侪只副作用，这拢是咱无法度伫遐来疗伤，也是讲伫迄中间来控制掉的。兄弟姊妹，咱看讲，咱面对着即款的罪，到底罪是对倒来？咱来想想，可能有当时咱会感觉面对这环境，面对这患难的无确定性的时阵，互你的心开始会想讲，我要来犯罪吗？还是我应该去追求一个会通互我会通倚靠的权力，也是迄个来源？所以伫遮咱要来看伊讲，即个罪是影响人，亲像创世纪内底3章的第39、第40，明明上帝甲亚当夏娃讲，除了这园中的即丛的果子了，以外其他的果子拢会通食，因记伫因的心内，这是上帝予因的一个交托。总是呢，第4节，这个蛇就对妇人讲，恁无一定会死啦，无一定就是对环境这个变化无确定性的中间，有当时咱离开着迄款的吩咐上帝的交代。来去行做这个可能离开上帝的这个话的一寡这个家己抓做是真理。另外，咱来看伊讲，伫这个摩西带一切百姓出来埃及，然后到伫西奈旷野的时阵，上帝呼召伊到伫西奈山顶，伫遐40暝日。伫40暝日的中间，这个百姓看见这个伊的领导者，就是摩西到底走去倒位啊？是死伫山顶吗？所以伫迄个无确定性、对未来茫茫渺渺的时阵，因着伫遐要求亚伦来做一个金牛仔，伫遐来互因拜。所以面对真侪这个苦难，因阁无看去上帝的心，无看去因的引带者的时阵，所以因的心就开始想空想胖。望有看到一个形象伫遐来帮助因，因通伊伫遮来敬拜，继续来引带因头前的路。所以伫遮咱看讲，一旦这个无好的念头，也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即款的念头，进入伫人的心内时，就伫遐来控制着人。即款的关系会影响人，互人无法度伫遐来做啥物。华语讲任他宰割啦，互伊安怎流，互伊安怎伫遐来抬啦。伫迄中间，咱掠做这患难，有当时咱的反省患难是咱得罪上帝，活伫即个罪恶的原因。有当时真好的反省，总是为人，伊却无即款的想法，无迄个反省，这拢是别人的错误，像拄仔咱伫遐所讲的，人有缘有安尼的相信。所以伫遮其实罗马书保罗伫遮甲咱讲的一个真要紧的，即个得罪上帝拄着这个灾难，拄着这个死失，拄着这个困难的时阵，其实最主要的，咱看讲面对这个死亡，人无法度家己自救，亲像伫即个积运内底遐个人，因伫遐真正无奈，亲像圣经甲咱讲的时阵，人伫迄个软弱中间，拢无法度做啥物，无法度自力，就种家己靠家己的气力伫遮来拯救，需要靠着安怎别人外力伫遮来拯救伊。保罗伫遮咧讲去描写即个罪的一个现实、一个实体，
其实得罪上帝上要紧的一个真要紧的核心的关键，就是无敬虔加不义。除了这个以外，咱看讲伫圣经内底就伫描写这个歹所行是伫表现出这个做一个具体的事实。如果你若去看罗马人书的第1章29节、30节到31节，伫遮你就讲发觉讲，做透过可能这个不义、歹心、贪心、恶毒、怨妒、杀害、斗争、奸诈等等遮，甚至有当时讲别人脚前后遮这个歹话、诽谤等等遮已经伫圣经早就拢有记载。当人离开上帝，甲上帝有这个距离的时阵，人就安怎面对着这款的环境的不定性，伊家己照伊家己的伫遐想法。不虔不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关键以外，就是讲伫针对个人、针对组织、针对族群，甚至这个国家，人感觉无上帝，无需要上帝。所以有当时，当我咧甲人问的时阵，有当时伊会表达讲：我是无神论者，我无信任何一个神，伊敢若信家己。伫遮迄个虔不义，就是无敬虔不义，其实也是咧讲，你掠做无上帝嘛？迄款的骄傲，甲迄款的固执，其中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对上帝的无知啦。人真要紧啦，无知就是会通失去迄款头前的方向。所以伫遮罗马人书的第1章第28节，咱做伙来读来。因既然毋肯遵上帝伫因的心思，上帝交付因伫不中用的心，行毋合宜的事。兄弟姊妹，这无敬虔甲不义，义就是上帝的心意。当咱离开的时阵，无着到迄个咱讲迄个靶心哦，迄个中心的时阵，迄个就是罪啊。所以，当咱离开这款的心思，毋知影上帝的心思的时阵，上帝就交付。其实，伫台语内、伫华语内底就讲任凭啊，出在意去啦。有当时你咧管教囡仔的时阵，伊拢毋听，最后你会讲出在你啦。讲较歹听，讲出在你死啦。兄弟姊妹，敢有安尼？有哦。所以有当时咱会想讲，当咱对上帝的代志无知的时阵，其实就有这款的对立。咱用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方法，伫遐来起造，伫遐来造神。伫第1世纪希腊甲罗马的世界，这偶像会通讲是这希腊的诸神。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游玩受到这款的影响，你知无？你捌看过这影片无？电影无？当伊咧做这希腊诸神的时阵，其实迄款的思想开始咧影响你我的思想。阿波罗神、宙斯啦、太阳神啊等等遮，其实当你咧看这电影的时阵，你已经咧接受伊有一寡这的思想。伫罗马帝国的时阵，其中伫保罗迄个时代。上大、上有迄个说服力的，就是迄个皇帝崇拜。因咧拜该撒，所以把该撒当作是啥物？当作是神，当作是上帝伫遮来敬拜。不虔不义，除了遮以外，嘛有当时咱看遮好莱坞的电影，伊有一寡遮的观念，用科技、用经济、用文化。用民族族群，用一寡遮宗教来取代上帝。咱无形中，咱看到遮影片时，其实遐导演伊咧传达一寡遮信息，就是伊家己的想法，伊家己的理念。所以咱讲，伫迄好莱坞遐是一个真大犯罪的一个中心嘛。伊要造成的就是，互人甲上帝愈来愈离，愈来愈远。
所以伫遮咱有看讲，透过遮检测不偏不倚，有当时也是讲你用经济来做头，你用遮科技，你互遮的文化伫遮来束缚掉的时阵，因为遮来取代上帝。当人的科技的发达，总是创造真侪遮病毒的时，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今仔日到呾，咱看见有真侪遮的变种遮的一寡遮的病毒，拢是人无法度控制。当人用遮的科技来取代上帝，成做生命的中心的时，就带来真侪咱无法度去控制，无法度去拯救家己。咱即摆就面临伫即款的即个情景。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讲做正的人控制人的心思意念，到尾啊，咱看讲当遮的病毒，当遮的患难环境伫遮来反扑的时阵，咱无能为力。昨看到德国，咱看满街路拢是清出来遮的粪扫、遮的家具、遮的电器，看见人伫迄中间真正无法度，一个大水来。坐伫迄个车，互伊淹，互伊流。所以咱看讲，面对即款的情形，咱面对着这病毒，兄弟姊妹，你有逐工到2点，你开始就咧注意，今仔日的本土到底是几例，有无？糖，咱住咧糖，糖嘛讲，糖今仔日几例？昨24例，糖有3例，到底离我偌远？离我偌近？这拢会当影响咱的心思，影响咱的心情。其实这个新闻造成真侪这个家庭的暴力，造成什么？人心内失去了希望，所以伫英国就有一个19岁的少女伫遮自杀。法国家庭的暴力，过去无水经有分享，迄个家庭的家暴，这个暴力就增加真侪。而且透过咱看见讲，有真侪人因为甲确诊的人有接触，所以伊爱受隔离。伫即个隔离的中间，就有真侪遮的措施。今仔日咱嘛是因为安尼受到真侪遮的隔离，所以咱无法度伫遮来实体礼拜。更加何况遐个受到关起伫遐来隔离爱14天，也是偌济天，伫迄中间因的心情安怎？有当时，咱咧注意讲，这隔离也是这个封锁，是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咱拢大部分的焦点拢注意伫这个所在，总是失去讲咱注意到人心理是隔离的中间迄款所产生的副作用。伫遮有一个研究的报告，被隔离的人，伊常常有真侪遮的心内的焦虑、失眠。容易受气、忧郁、情感疏离。今仔日咱作为惯势总是因为这个隔离中间，你有感觉讲迄个旧人像有一寡疏远无？伫厝上班惯势即马要倒转去职场上班，你会感觉讲客袂？我伫厝上班袂看到迄个讨厌的人所以伫迄中间，咱看有造成你的注意力无集中比如有25%到73%对一般的人来讲是安怎7%到15%，总是对这互人隔离的人，你也看迄个趴数是遐尼悬。伫隔离结束了后，甚至到3年的中间，遐受到隔离的人，因的心理。悠然有存着这个忧郁，也是讲这个创伤相关的这个症状的有20%到60%遐尼多。所以咱敢若伫遐中间来看见这个经济发展，却忽略着人内心迄个心理的感受。所以伫这段期间，其实牧者团队阮伫迄中间也咧帮助真侪会友，伫迄个心理中间受到影响，受到这个隔离也好，还是讲伫迄个事实中间所带来迄款的心内创伤，都来帮助因伫遮毋通透过这个信仰替祈祷，搁伫迄中间心内的质询这个协谈，伫遮来帮助伊会通离开迄款的境遇。
兄弟姊妹，咱受隔离的中间，咱毋知要安怎去面对的时阵，有真侪才要安怎互咱伫遐来面对。当人甲上帝中间受隔离，人家己有缘用家己的方法道德宗教甲好所行，总是咱知影圣经甲咱讲，遮拢无法度。人无法度伫迄中间来面对隔离，咱看亚当夏娃因为无听上帝话，做正到入人的心，就伫迄中间来失去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隔离，互人甲上帝中间迄距离愈来愈疏远。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就是恁的罪过，互恁甲上帝隔断；恁的罪恶，互伊对恁毋面毋听。因为罪所带来控制人，人无法度伫遐来拯救家己以外，人阁失去甲上帝之间迄款的距离。所以罗马人书第5章的12节，今仔咱无读到，总是我鼓励咱会通读即个经文的顶下段吼，安那下半段嘛有伫讲起，着回应头前伫遐所讲的。伫这中间，罪的结局就是死。所以12节咱做来读来，所以亲像罪对一人入世间，死也对罪入。安尼死便到伫正人，因为正人捌犯罪。这节的圣经甲咱讲，罪所带来的结局就是死。因为一个人是咧讲亚当，伊承受了上帝恩典，总是咱看见伊无遵守上帝的话语，所以伫遐互即个罪进入到伫伊的心来控制掉，所以去食迄个果子，得罪上帝目睭金，就看见家己的软弱，家己的罪。神学家奥古斯丁伊伫遐讲5章的12节，就被圣经看作是即个人原来罪，叫做原罪的一个圣经的基础。所以因为安尼，咱为团也好，也是讲受到影响，互即款的无听上帝话，造成即款的罪性，控制人的心，然后受隔离，赶出伫迄个爱甸园。意思就是讲，因为罪进入，影响人的心，控制人的心，所以原本上帝要互你我的恩典、福分，你袂死。总是因为安尼，迄个死就临到伫人的身上。伫遮咧讲，迄个死是包括着身躯的死，甲灵性的死哦。所以今仔日咱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死了后，咱的生命结束迄刻开始，你的灵魂要去倒位？是永生，也是往生？往生要往去对生呢？所以这就是有真侪人开始咧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伫丧葬的即款的一个礼仪内底，就真注意讲人的心所需要的。咱做来读这段圣经来，你要肝流满面，才通得到这，到你归土，因为你是对土摕出来，你本是土粉，也要归伫土粉。所以伫遮甲咱讲作为控制人的心，到尾的结局是带来死亡。伫遮咧讲的是人身躯的死，以及灵性迄个灵命永远的死。其实伫迄个过程中咱看讲伫罗马人书第1章24、26、28，就是当然无要听上帝话，对上帝代志无知，然后咧无要认捌伊，无要应邀伊，无要夸口主，敢若夸口家己。所以伫这24、26、28节，这3节内底就咧讲安怎，就出在恁呐。所以伫迄中间，上帝就交付，华语讲任凭出在你。所以当这个代志上帝无要管你，无要插你的时阵，无要甲你压掉的时阵，咱看因就开始安怎，伫迄个所行所做安怎，互相对立。互相凌辱，然后咧，家己的感情顺性变作逆性，然后咧，行这无合宜的事，无道德的事。
兄弟姊妹，咱看真正这是影响人甲上帝中间，毋是干那伫迄个个人，还阁伫团体性、民族性。互咱看讲最近无共款的国家，这个阵营的对立，有缘伫遐看讲，原来咱知影讲这是无好的事，毋合意的，总是有缘去做的时阵，就损害别人的利益。这个集体性的犯罪，伫遐来提醒咱，当人做这个事的时阵，这个结局就是死。因为圣经讲做工钱就是死，总是。伫遮上帝透过这个罗马人书，也是做这圣经内容，伫遮咧提醒咱，若是也是讲总是，就是有一个解决。当人无法度家己救家己，当人离开上帝恩典，当人要面对迄个无法度改变的结局的时阵，上帝提供一个管道，就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咱透过这段圣经，面对死无法度改变的这款的事实，为什么需要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咧讲，伫什么所在会通提供互咱超越这个死无，会通有一条出路。所以伫耶稣基督内底，互咱对死搁活会通帮助咱。所以咱需要什么？需要信入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安尼才会通互你我得到真大的利益。咱相信耶稣，互咱伫三个时阵会通得到利益。当你信入你的心的时阵，当你将耶稣信入你的心的时阵，就甲上帝伫遐来和好。原来伫迄个隔离的中间，因为耶稣来带咱，伊讲我是路，是真理，是活命。当咱面对家己的不虔不义，你要安怎伫遮来得到上帝称作义？伫人受到隔离、人对立的中间，伫罗马人书伫遮讲，遐5种的对立：对心思、对宗教、对迄个感情、对迄个道德、对迄个集体性的犯罪对立的中间，人无法度家己去救家己。今仔日咱面对的即款的结局，所以上帝伫遐中间毋甘伊先疼咱。所以，伊伫遐提供一条管道。如果你来看《罗马人书》第4章第1节到25节，透过亚伯拉罕伊迄款的信心的表现，来提供互咱真做一个信入咱的心，会通得到上帝要为着咱安排迄个福分、迄个义。所以称义其实我所无爱较用即款的精神还有思想，总是咱要伫遐想讲，称义是啥物？就是上帝主动好好甲咱建立即个真合宜的即款的关系。这就是互咱照上帝的心意伫遐来行。所以伫遮咱看头一个，因为你信耶稣入你的心，所以互迄个疏远，咱会通伫即个中间来和好，甲上帝和好是啥物意思？伫原文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啦。所以伫遮咱看讲一个真健全的状态，就是当你面对无共款的这个障碍的时阵，也是管这患难的时阵，你伫最后你会通得到迄个拯救。平安是咧指讲人正伫迄个真健全中间，你无论是外口有咧做风台，总是你心内有缘会通享受迄款真大的平安。迄个真要紧的关键是伫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互迄本来疏远的会通伫遮来甲上帝和好，甲人和好。伫遮咧讲迄个和好中，透过上帝的话伫遐来摸着咱的内心，所以你感动着，你读圣经感动，你听迦南之声，你感动着，你透过诗歌，你感动哦，真正上帝遐尼疼我，我需要伫遐搁较来认捌伊。平安是指讲，你拄仔咱所讲的，正如到伫你心内，无论外口有遮外大的患难，像保罗。伊有缘会通安稳自在，伊有缘会通面对着迄个顺境甲逆境，
伫迄个欠缺也是丰富的中间，伊拢会当去面对，伊心肝真平安。伊互人关甲，互人拍，互人笑，伊还阁甲西拉伫监狱内底安怎？会通伫遐欢喜，伫遐学乐。咱知影学乐就带来迄款的头棒、骹口、手链，拢伫遐落掉。而且第三个就讲，伫上帝即个囝儿的中间，咱爱传达即个平安的信息。这就是耶稣来要帮助你我，透过你我领受了后，你也将成做迄个传达平安的一个管道。但是咱爱了解讲，因为咱信耶稣了，毋是从此安尼就幸福美满。耶稣甲咱讲，这世上有苦难，总是伫我有平安。伫这中间，好好是一个新的关系、新的生命的开始。对于担了后的生命，检测毋是一帆风顺。伫神甲义的中间，迄个重要的关系就是甲上帝建立。总是这个关系，毋是讲因为我信我所以有这个关系，是上帝主动啊。兄姊妹，咱看讲耶稣为着咱做，互咱信入心，所以原本迄个甲上帝建立的恩典，今仔日伫耶稣基督伫遮来恢复。检测是伫患难中间，当保罗咧写这封批信的时阵，伊毋是真顺遂呢。所以伊会通讲凡事道来，叫听上帝得到利益，是啥物凡事？是遐困难的事，一件一件来的时阵，伊犹原会通感受讲对我有利益，敢毋是嘛？拄着困难时，你有想到讲，迄个时阵是互我祈祷搁较济的时间嘛？你有想过无？当咱真顺遂的时候，有当时却袂记得上帝的恩典，拢是上帝的作为啊！如果你若是有即款的感受反省，我无需要甲你学了。总是常常真大部分的人拢是安怎？拄着困难的时候，哪想到上帝？所以因为这个信心帮助，咱会通进入到伫上帝恩典的内底，面对这患难。保罗讲对我是有利益，所以我伫患难中间安怎？我会通吞忍。伫吞忍的中间，我有迄个经验。我面对这苦难时，当人有苦难时，我会通将我的经验甲伊分享，然后帮助伊伫迄中间来经过这苦难。伊的心存毋望是迄个永远的，毋是看见伫即个暂时。兄弟姊妹，这个大水来的时阵，患难来的时阵，是毋是冲刷咱对上帝的迄款的信心？也是你会通伫迄个困难艰难来临时阵，咱搁较爱忍耐，伫迄个中间来感受着讲上帝到底你透过一件代志，互我有啥物款的操练啊？无共款的想法，所以伫罗马人书的第5章第20到第50节内底，保罗伊伫遐咧讲起，因为耶稣基督，互咱会通进到伫即款的恩典，这就是整个咱看伊伫信仰的内底中心，就因为这个信心，称做义的意思，讲甲上帝主动甲咱建立一个即个好的关系，所以缔造互咱。过去失去的这恩典，会通伫耶稣基督的内底，圣神来感动咱，所以咱接受耶稣基督，互耶稣伫咱的生命中间患难的时，我靠着迄个加天，互我气力，我凡事拢会。兄弟姊妹，你有感受到？拄着这困境的时阵，我看见这青年人因发挥真侪这个创意，这个想法，搁剩一礼拜，这个。线上的品格夏令营，对这个少年的身上，我看见讲有真侪这个上帝就伫这个限制中间，伫这个困难的中间，上帝却互咱伫内底这个想法，会通伫遮一项一项甲点发出来。因为所赐互咱圣神会激发咱想起上帝，伊要互咱的智慧。耶稣基督的话，伊的真理，要安怎照安尼去行，互咱会通成做有福气的人。所以伫遮咱看人面对假日软弱无法度的时阵，今仔日圣经甲咱讲，因为有耶稣伫咱软弱的时，替有罪人死，就是你我。
所以这是互咱当咱信入心的时阵，咱会通对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徛掉。咱人好胆无惊吓，亲像希伯来因书内底伫遐所讲的，我会当好胆无惊吓，来到上帝手的宝座前，大大来开喙恳求，你就要伫遐来得到这恩典。这是因为耶稣互咱有这款的管道，拍开这款的管道，所以互你我有这款的福分。对答了后，兄弟姊妹，毋是一帆风顺。我阁讲一遍，对答了后，可能你信耶稣，你洗了后，犹原会面对着迄款的身躯病痛，面对着无顺遂的事。但是，这个中间要帮助你我操练迄个吞忍，迄款的老练，甲对上帝毋忘。所以，患难是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要互咱生出这款的老练、吞忍甲毋忘。所以，伫这中间检测有当时，咱会问讲，我拄着这款的患难时，原因是啥物？但是兄弟姊妹，这拢袂通，互咱甲上帝的恩典听伫遐来过长。当咱信靠耶稣，甲上帝和好，伊主动甲咱建立这个合意的关系的时阵，耶稣就将咱带到上帝面头前，互咱通活伫伊的恩典，互咱通把握看到迄款的未来。所以，当患难的时阵，保罗讲，苦难是咱生命中间的一部分。总是咱甲上帝的关系，袂因为这个苦难伫遐来夺去、来改变。所以，当咱甲上帝伫遮，互伊称做好、称做义的时阵，上帝对咱的疼，袂因为这个苦难伫遮来失去。所以，这是保罗伊伫迄中间咧提醒咱讲，当这个信心、信耶稣、信入你的时阵吼，你毋是苦袂了啦。若较有年纪的拢知影，这苦袂了这个艺人吼，伊真正你看伊搬真侪这电影，伊常常互乌道伫遐控制，你知道？来拍这支电影，拍迄支电影。当你信耶稣的时阵，你是安怎？你会通苦会起啊！你会通伫苦中来作乐。你会当伫迄个苦的中间，用上帝的喜乐，成做你的喜乐。无论是顺境，无论是伫逆境哦，在咱做来读来，毋然安尼，咱现今已经对咱的主耶稣基督得到果好，就对伊也掠上帝做通夸口。意思就是讲，无论是伫啥物款的境遇的中间，你拢会通掠上帝来做你的夸口，掠上帝做你的喜乐，就是掠上帝以所有的作为来满足，伊的旨意得到成就，来成做你的。上帝对一方面得到荣耀，得到娱乐，得到好处，那安尼咱便喜乐。这是保罗，伊伫迄中间看见讲，伊伫患难中间，犹原会通伫遐来拯救人，会通传福音。上帝的喜乐就成做伊的喜乐，所以伊伫困苦互人拍的中间，伊嘛掠做是大喜乐，掠上帝的作为通做夸口。当人咧看见即个视为嘅是一个愚妄的方法，总是保罗讲，我掠上帝伊的作为来做夸口。欢欢喜喜，毋忘上帝荣耀，就是伫患难中也掠上帝最欢喜。伊掠上帝欢喜，成做你我生命欢喜。那安尼，你才会通体会到保罗，伊是安怎会通面对这无共款的境遇，伊犹原会通伫遮老神在在。欢喜快乐是，如果你若掠家己做夸口，有你互人批评的时阵，你就会失望。总是保罗伊掠上帝欢喜最欢喜，掠上帝作为来做夸口，伊就袂去注目伫人安怎来攻击伊。所以咱夸口应该就是掠主来做夸口。有一个青年人叫杨佑任，伊是即个巨额救命的这个创办者，伊过去伫少年时阵，伫别人的眼光内底是一个歹囡仔，爱佚佗的。
有一天，伊伫澳洲的时阵，伊找到信仰，伊捌一个牧师，牧师对伊的呼召，互伊的生命有一个改变。也因为即款的信仰，互伊开始看见别人的需要，看见非洲遮个囡仔无穿的需要，并且伊家己伫遐生命改变了后，伊无因为别人看伊安怎，看伊歹，看伊少年，看伊是佚佗的。也是伊伫迄中间所做，无互人伫遐来注目，甚至有真侪遮批评。伊伫做即款的代志了，嘛有真侪遮批评，总是伊有缘伫迄中间来致意来做遮个事。兄姊妹，咱看讲伫伊一路行来时，包括伊所创设即个旧的救命的即个机构，伫遐有缘有面对着无共款的批评的声音。总是伊会通持守伫伊的信仰，无看到这艰难困苦，伊继续伫遮来影响侪人。咱做伙来看一段短的影片来。我只有国中毕业，被父母亲送出国后，就在街头游荡、涂鸦，还跑给警察追。一直到我在澳洲遇到一位牧师，他曾经混过帮派，全身都是刺青。我跟在他身边一起生活，无形当中我看到了我向往的人生。他鼓励我回到自己的环境，帮助迷失的年轻人。但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洲做些什么？回台湾2年后，我在教会当志工。我曾经告诉牧师想去非洲，但牧师觉得我还不够成熟。如果当时跑去非洲，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和关系，地理文化都不懂，反而做不了什么。25岁的时候，我开始写部落格，在部落格上面发起救血救命。透过一张海报，让20万个人一起参与，就开始了非洲的故事。我们去非洲的感动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因为非洲沙蚤的关系，一开始我们先把居民的脚治好。我们走进贫民窟，把鞋子发送给贫困的孩子。但几个月后发现，非洲的问题都环环相扣。在那里有70%的人过着赤贫的生活，需要挖水井、建学校、诊所。半年来都在非洲做社区营造。我们会设定很多目标，我们就是要去救人。在非洲，感人的事都很微小，即使是一盒铅笔，对当地小孩都是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们在村庄中发鞋，那所有的人都收到一双鞋之后，我们转过头来看见所有的孩子都没有穿鞋。牧师说，在半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所有的妈妈都把鞋子收起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能够送给孩子这么好的礼物。我很深刻地感受到，只要台湾的一点点物资换成在非洲，就能发挥很大的影响。救急救命是从信仰起家。当时某个非洲部落有酗酒的问题，这个部落里面的小女孩来找我，希望能够改善他们家庭的酗酒状况。我过去找这位爸爸谈了很久，陪他跪在地上祷告，一起流泪，让他找到信仰。2个月后，这位爸爸成功的戒酒了。我深信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救急救命的文化里保有信仰的初衷。我们带着台湾年轻人走进非洲，不待在高级的旅馆，而是走入贫困的偏乡。这些年，将近100多个社区营造中，志工们的生命都有了转变，甚至变成国际救援者。这感动让我想更多元地帮助别人，继续跑遍非洲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生命的改变，互伊有无共款的想法，开阔伊的眼光，互伊会通伫遮来做出上帝爱做，会通伫苦中作乐，会通将食苦当作食补。虽然有真侪遮无共款的眼光甲批评，但是伊有缘伫迄中间继续向前，甚至也影响真侪遮的青年人。兄弟姊妹，伫你的下图有偌济遮鞋也是真久拢无穿着的，伫迄中间在应用。咱的青年的培训学员，甲咱的爱幸福的讲座，
做伙来安排伫即场的讲座内底，咱鼓励真侪即个少年人，恁会通上即个网络，也开放互会友会通伫遮来参加，总是真期待，咱会通改变影响更较侪青年人，互你的生命游玩会当看见无共款的需要。检测有当时，你会感觉我的资源足侪，也诚做浪费。兄弟姊妹，你是毋是通伫遐做伙来参与？咱透过即边的活动，检测会发起一个旧的救命。牧师会捐即双鞋，对我来讲有真大的一个意义。即双鞋捌陪伴我行到以色列，上西奈山。行过耶稣所行过的苦路，行捌真顺遂，嘛捌出道的时阵，特别伫爬迄个西奈山时真艰苦，无简单。总是伫咧中间，即双会陪伴我，伫遐行过耶稣所行过的脚迹，陪伴真侪人行过伫因孤单、因无毋望的迄款的过程。这样会对我来讲有一个真深的意义。总是我发觉最近这双鞋哪像个真招情，所以伫我的心内，我就感觉讲，将这双鞋陪伴我，有迄款的人生真大意义中间，总是伊会通搁较多、搁较大的利益，就是去帮助遐个无的人。兄弟姊妹，咱会通做伙来参与，会通做伙，互你的生命搁较丰富。袂干那一竿竿入去看你眼前的这困境，有当时咱看这失去控制，检查是一个灾难。总是对这个杨佑任这个少年人来讲，检查是互伊拄着耶稣，拄着这个信仰，然后改变伊的人生，做有意义的代志，然后祝福更较侪这个伫非洲、伫遐的需要，甚至解决家庭遐大人。啉酒受酒困绑的即款的一个束缚，姊妹，我要邀请你做伙伫遮来参与。如果你若还未认捌耶稣，还未写咧归伊的名，我邀请你接受耶稣，互耶稣帮助你，互迄款的隔离你性命的迄款的窒碍，会通伫遮来得到主的拯救。兄弟姊妹。咱也是毋是会通用耶稣基督的心来做你的生命？这个少年人伊回应耶稣的呼召，看无家己，看到遐个需要。我想到耶稣迄个看见遐个困苦四散，遐个亲像无牧者的羊，伊就怜悯因，伊就医治因，伊就。伫遮来笑因，有上帝来帮助，互你我的性命，因为耶稣的疼，伫你的心内，你才会通伫遮用疼的行动来回应。姊妹，我邀请你用起立，咱做伙用首诗歌，咱做伙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我要听你入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入我心。心内有主，兼有人知。
需要了解，家己唔通阁袂通担，春秋双手来互相牵。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请兄弟姊妹做来唱来。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心头有主也有人知。是需要了解，家己唔通阁袂通担，伸出双手来互相牵。我要听你的我心，我要听你的我心。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因为上帝要你听我，因为上帝要你听我，我要听你的我心。咱做伙来祈祷。兄弟姊妹，你有拄到困难、拄到这患难的时，你放弃吗？你离开上帝吗？你伫遐哀怨吗？保罗透过今仔日提醒咱，无论伫什么时，上帝伊拢爱咱、疼咱。耶稣基督用伊的疼来帮助咱。解决咱无法度解决的问题，互咱甲上帝过好，互迄个疏远会通过好，互咱会通亲近上帝恩典，互咱对迄个死的结局、无毋望的结局，会通直接来得到上帝荣耀甲永远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你若信一心，才会通伫迄中间来经历。伫迄个困难中间，犹原会通掠上帝来做喜乐，做伙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主动听阮，帮助阮，互阮会通面对着阮人生的重担甲苦难。祝福凡事豆豆来叫听上帝你得到利益，叫阮伫无共款的环境中间，阮犹原会通靠着你所加添互阮的困难。阮通赢过这个困境，主你也呼召阮，将阮的重担交伫主你的手中，因为你帮助阮，互阮的生命得到更较大的利益。愿主耶稣基督，你伫十字架顶所付出的代价，帮助阮会通甲主上帝过好，会通伫主耶稣基督你所付上的代价。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疼痛，也你所想事充满伫阮的心内的圣神，互阮知
主你听阮，也互阮知影，阮会通靠着你所互阮的气力，赢过阮人生的困境。愿主你来赐福阮，听阮的祈祷，也互阮会通成做别人的祝福，无干那看见阮家己需要甲困境。也互阮会当看见别人的需要，会当成做你祝福的管道，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咱作为永久诗歌，咱来学罗咱的主，咱的上帝。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做义；伊若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稳定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咱爸爸将荣耀归予咱主咱的上帝，愿主的稳定、甲伊的平安、甲咱三同在。咱今仔日的聚会就到这，愿咱伫一礼拜中间充满上帝的同在甲稳定。